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10月13日，做了才知道。哥林多后书12章11到18节，其中第12节这样说：当在你们当中，我用各样的忍耐，又借着奇事、异能和神迹，向你们证明我的使徒身份。这第12节其实是这几章里面很重要的一节。讲那么多来证明保罗他自己是真的使徒。其实从这些事情就可以证明他是使徒的身份。哪些证明呢？保罗说他用各样的忍耐，又借着奇事、异能和神迹。而这些奇事、异能、神迹不是保罗可以成就的，乃是他依靠着这一位给他加添力量、给他恩典够用的主。我们记得昨天他自己坦诚说他曾经3次来求告神，在他身上的这根刺可不可以挪去，但是神没有答应，神只告诉他，而这一句话确实已经很够了，就是神的恩典是够保罗用的。所以保罗可以再次来说明他这一次写这封信，其实是他快要到他们当中，有一些事情是被误会的他需要来说明白而这是什么样的事呢？真的是就所谓的说到钱的事情台语说到钱就硬气啦就是说到钱就让人家觉得很懊恼啦说到钱被人家误会他就会有一点鬼八会就是真的是有点气。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用的方式，他想让人明白，他是有点嘲讽的味道他说我成了渔网人是被你们强逼，也是你们逼我的我本来就应该是期待你们来称许我才对我虽然不算什么，我却没有一件事情在那些所谓的最大的使徒之下我没有输他们特别是这个保罗他自己就是夸口的，什么夸口什么事，就是百般的忍耐这个他还说他夸口是被逼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保罗的心里真的是不好过因为他为了哥林多教会，其实他一直在忍耐为什么有办法忍耐再忍耐，而且被误解而且在这件事情是被假的使徒拿来这个攻击保罗甚至于这些假使徒，我们昨天有说跟真使徒差很多，可是哥林多教会竟然不能明白一个是真的使徒是可以为他们吃苦的，百般吃苦忍耐的那假的却是吃香喝辣一个真的使徒是为他们愿意付上，甚至于为他们生命的代价这样子的来爱他们，来顾念他们，为他们所遭遇的来忧虑那另外一个是根本不管他再还有就是说保罗是愿意真心打开他自己，把他心中的苦，他的软弱告诉这个哥林多教会。可是另外的假的使徒却是这样只会一味说他们是 super， 他们是强大的，他们都很有能力的，你们看我，你们信靠我就知道了。假的使徒是不会引领人到神的面前，只会引领人到自己的面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其实就可以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哪一个是我们可以全心信靠的。因为真的使徒是带领人到神的面前所以爱能够使人能够坚强。保罗就是这样子他虽然有一些这个被误解，但是他愿意因着爱哥林多的教会百般的忍耐保罗的心是被撞击的因为哥林多教会爱那些超级 super 的使徒假的使徒多过爱这一位神他们建立他们装备他们的保罗。我们讲到这里
真的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保罗心里的痛我们当父母的更是我想没有当父母的也会是你真心诚意来对待另外一个人我却是真心换绝情，对吧这个真的是心中许多的苦。我想保罗今天用这个方式来嘲讽，来解释来说明他完全没有拿哥林多教会的这些的钱反而是有别的教会来支持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建立，而哥林多教会本应该要因着上帝的爱领受，而要去帮助其他的教会的可是哥林多教会确实没有那我想保罗他真的是爱之深责之切哥林多教会不是要这个原谅而已我想哥林多教会要了解，要先了解才能够所谓的这个原谅，或者是说知道要感谢我想我们的神他要我们的是学基督的样式我们要学基督的样式，就是以基督的心来爱人或许我们真的有很多时候我们是会被误解的但是我们的神要成为我们的这个保证在他我们可以全然以赴，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爱人，但是我们需要有神给我们的智慧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像保罗这样子用嘲讽的方式，但是保罗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正面的去解决人对我们的误会我们尽全力的也求神给我们智慧，使我们真知道我们怎么样子我们才能够在跟人之间的误解当中，我们是可以活出那个和平之治我们可以用基督的爱去爱人的这是主给我们的诫命我们要爱神，要爱人。我们有感受到别人对我们的误解吗？我们需要去辩解的时候吗？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正面去回应，用很好的态度，因为主就是这样来爱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保罗的话语，使我们真知道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也鉴察我们。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真诚的投入在我们信仰，活出基督徒的使命跟身份，让我们不停止在自己的情绪、想法和选择中，而能够时时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因为我们今天活出以基督的心为心，活出那基督的馨香之气，使人认识那看不见的神，而这位神却是给我们大能力的。音乐牧师祝福你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订阅，也给我们5星级的鼓励跟好评。我们明天见。